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25，诗篇20篇50安尼讲：我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，我要奉阮的上帝的名来徛旗。愿耶和华成你一切所求的。三甲来祈祷，成就阮所求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创造天，甲这个天的天，甲天顶的万军，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的万物，这一切拢是你所保存的。天使天君也拢拍落敬拜你。主啊，愿要高举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主啊，你对阮的应允永无改变，你爱阮专心来倚靠你，也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你，因为伫阮的困难甲挑战中，你是阮的得胜。我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，也要奉你的名来徛起得胜的旗。主啊，愿你成就阮一切所求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是创造一切，也要为咱成就咱所求的上帝。咱若专心来倚靠伊，咱就要靠着伊来得胜有存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